最近天氣都開始熱啦，今日就要嚟同大家做個泳衣開箱。呢個係喺 IG 見到好多外國女仔着嘅品牌，佢嘅價錢都相當親民，每套均價都係港幣200零蚊左右。我就入手咗5套，由保守派到小性感嘅款式都有嘅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咪住，喺開始之前，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噔噔，呢套相信將會成為我衣櫃裏面嘅萬年不敗單品。經典黑白配色非常百搭，着上身個感覺都幾歐美風。佢仲有配件 cover， 比較怕醜都可以遮下肚仔，或者綁喺頸度當小背心都 OK 嘅。如果想更有造型感，其實仲可以做埋頭巾。第二套係出街都可以着到嘅連身款式，佢嘅上身就好似一般背心咁樣，加翻條牛仔褲咧就可以直接出門口，好啱一啲唔使即刻落水或者着泳衣唔想太暴露嘅時候着。佢嘅肩帶位置都有啲珠珠小 detail， 細好精緻噶，同埋佢嘅布料係有暗紋，陽光曬落嚟嘅時候會更有質感。之後呢套勁 Q 上面嘅印花有近年大熱嘅蝴蝶結圖案，佢係一個經典嘅 bikini 版型，最中意呢種三角形嘅上身，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綁法。正常兩邊肩帶着上身就係咁樣。此身分享一個超 push up 嘅綁法，只要將兩邊肩帶交叉，再綁法喺條頸度，就可以令胸型更集中。同埋呢套下身嘅褲仔係有調整嘅空間㗎，如果中意蜜桃團嘅效果，都可以自己將佢拉成丁字褲。下一套係每年夏天都會非常受歡迎嘅奶油黃色，佢係一個3件套嘅款嚟嘅。我打算遲啲可能去啲海島國家都可以直接成套着出去，唔使加多件小背心喺外面。佢嘅上身係一個綁帶設計，可以自己調整長度。不過唔知點解着喺我身上綁嚟綁去都係一個好尷尬嘅位置。如果唔配翻條短褲，上下身中間露出嚟個位就啱啱好卡入個肚腩度，完全係露腩裝。唔知大家有冇發現最近又會開始興翻格仔？呢件嘅上衣係一個 tube top 嘅設計，肩帶係可以拆落嚟嘅。曬太陽嘅時候拆咗佢就唔怕會曬到有泳衣印。偷偷分享多句，格紋係會有視覺上嘅放大效果，可以令身材更立體。同埋佢胸前個結係可以自己綁嘅，綁緊啲就會有個更澎湃嘅效果。下身就配咗一個高叉嘅褲仔，會顯得對腳更加修長。不過我個人覺得佢呢個皺摺嘅 texture 後面睇係會有啲似尿片。咁今次嘅開箱就完成啦。我覺得呢個品牌嘅性價比都幾高嘅，幾乎每套都有幾個唔同嘅着法。佢哋嘅官網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款式，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睇下。希望你哋中意我今次嘅分享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